好来，乡亲继续来看金华城案，早起过来开庭，传唤到台北市的政府市长彭金星出庭作证，讲彭金星是毋是认罪是专案的关键。另外，周刊展出到6张郭文铁所写的字条啊，分别写予任内2位的副市长，内容拢咧讲金华城。 也就是讲，针对着金华城相关的事项，郭文铁无可能不知情。听到民众的支持声，郭文铁总算有笑容，表情看起来真轻松。金华城案今日搁再开庭，团台北市政府市长彭金星出庭作证。 另一个勘验证据无够定，这个裴金星以证人的身份面对5点半钟的问话，严格周刊搁再提出6张关键的字条啊。郭文铁在做第1任市长的期间，捌写予副市长林清荣讲，金华城案牵涉到真大条的利益，啥做这的人也唔死心。第2张讲，若要处理合法上要紧。 2018年时，讲伊也是看无，当时态度也真保守。 严格咧做第2任市长的时，伊留字条啊，互彭金星要讨论一下金华城案，佮讲公务员唔在家。2020年提起加速金华城的流程，6早完工。这6张字条啊，也证明郭文铁唔是拢不知情。前突然认罪，一般是受到不正的讯问、胁迫跟压迫之外，是因为他要照顾他太太。那他太太离开了，他说他会把真话讲出来。这摆字条啊很讲，证件彭金星过去佮承认犯行，严过因无过身，伊伫庭上讲伊已经无受到任何人影响。这个彭金星的证词都真关键。 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